伫新竹市南门街有一个挂蓝色看板，号做海边之风的一个册店，是新竹市上届古早卖二手册店。这店头家也有一个厝卡呢，有30年的交情。不过最近呢，这个册店听讲是要收啊，真侪老主顾是真唔甘。规厝间拢是二手册，头家娘实在真唔甘。这间在新竹有30多年历史的册店，有真侪在地人的记忆。不过随时代改变，搁过无偌久，就要甲大家讲再会。我觉得很可惜啊，因为对我们这爱书人少了一个地方可以找到东西。比较特别的是，他们其实有很多艺术类的藏书哈。那很多艺术类的藏书，其实以海边书房的一些种类跟数量，甚至有时候是胜过一般外面的坊间的一些书局的。海边书房的头家原本是一个已经退休的老兵。向即卖头家娘细厝来开店，老兵破病过身进前，上唔甘的就是这间册店。厝头家知影了后，决心接续老兵的愿望。退休年龄了啦，对啊，就想说，因为书店吧，现在人也不看书了，想，对，退休了，要看情形啊，就是书本已经慢慢的，对，把它结束以后再来。再关店。是在现今社会上面，实体书籍的存在感其实是相对越来越低，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短视频。那速食的短视频其实对于孩子的阅读能力其实没有很好的注意啊，哈。那我想这也是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一个转变。这间新竹上早的二手册店本身的历史，就是一段感人的故事。内底每一本二手册嘛，拢有家己的历史，搁较记载真侪在地人的记忆。这阵啊，册店要收啊，真侪老主顾感觉真唔甘。记者刘君豪，新竹报道。